你有冇試過明明成日都冇做過啲咩，但就係覺得好攰，又或者瞓咗成日，起身之後仲係冇咩精神？好多人以為休息夠就唔會累，但真相係你累嘅根本唔係個身，係個心。今日我哋拆開嚟講，點解有人做少少嘢反而仲辛苦，而有人一日做10幾個鐘都仲係精力充沛？精力呢樣嘢其實可以分2種情況。第一種叫累身唔攰心，聽落好似有啲矛盾，但其實係啱嘅。你有冇見過啲人成日攤喺度，但就係話自己好攰？呢啲人唔係真係做到累，而係心入面有啲嘢壓住咗，可能係一個未解決嘅問題，可能係一個揮之不去嘅念頭，甚至只係一種心理慣性，覺得自己應該累。王陽明有句說話：山高萬仞，只登一步。意思係話唔好成日諗住個山有幾高，你只需要行好腳下呢一步就得。好多時候我哋唔係真係做唔到，而係心入邊俾太多嘢綁住，唔敢喐。所以如果你係呢種情況，你需要嘅唔係瞓多啲，而係揾一件可以即刻做、即刻見效嘅小事，去打破呢種心理惰性。第二種情況叫做能量盾，呢個係全球頂尖運動員同科學家都會用嘅充電方法。佢哋唔會瞓成個鐘，反而係瞓10到20分鐘就可以好快恢復狀態。點解？因為如果你瞓得太耐，身體會進入深度睡眠，醒翻轉頭反而會更加累。真正嘅能量盾唔係補眠，而係重啟你個腦。我試過好多次，連續做嘢做到頭昏腦脹，呢個時候俾自己瞓20分鐘，醒翻之後嗰種清醒感，甚至比朝早起身仲要好。但記住3個要點：第一，配合呼吸法，例如4-2-6呼吸，4秒吸氣，屏氣2秒，6秒呼氣，可以令你更快入定。第二，時間控制喺20分鐘內，超過30分鐘就會進入深層睡眠，反而更難醒。第三，一醒就即刻飲杯水，幫大腦快速重啟。真正嘅精力管理唔係靠瞓得多，而係靠節奏啱。普通人靠休息回血，高手靠節奏充電，頂尖選手靠系統續航。你要做嘅唔係逼自己做更多，而係學識點樣喺短時間內完成高效嘅充電同重啟，令自己長期保持喺最佳狀態。關注 Jackie， 我會繼續用全球視野拆解華人嘅精力困局，同你一齊揾到屬於自己嘅高效節奏。